金秋季节的盛宴，正沉浸在一片喜庆的欢乐之中。您看，近年来活跃在舞台上的粤剧新秀，为培育新一代而呕心沥血的粤剧老前辈，全国7家电台的记者、编辑、电视台以及新闻记者、文艺界的领导等等，都云集在这陕西之畔的粤剧故乡。是啊，粤剧从诞生到现在，已经历了80个年头。它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在百花纷呈的艺术世界中，吸引了千百万观众。全国粤剧中青年演员广播大奖赛的10名优秀演员，也正是从这千百万观众的选票中产生的。他们是赵志刚、毛维涛、钱慧丽、王少楼、夏赛丽、朱小昭、董科第、何英、杨文蔚、周雅琴。在今天的艺苑大观中，我们将把粤剧新10家中的5位演员介绍给大家，并请您欣赏他们的精彩唱段。赵志刚同志，目前在粤剧界男演员已经寥寥无几了，而你却成为这次大奖赛的佼佼者，并且是唯一得奖的一个男演员。是，我想广大的电视观众和我一样，一定非常想了解你是怎样取得这些成绩的。首先呢，我感到很荣幸，这次呢获得全国中青年粤剧大奖赛的前10名。作为我来说呢，我是一个青年男演员，就是在众多的女子粤剧中间呢，能够受到观众欢迎呢，这呢和自己呢也花了一定的努力，但是更主要的呢是领导老师的培养，还有呢就是广大观众的支持，以及呢尹桂芳老师他的影派艺术在广大观众还有听众的心目中的深远影响分不开的。因为尹桂芳老师呢，他在40年代他就是粤剧界的粤剧皇帝吧，那么所以他拥有大量的粤剧观众、影派观众，那么我能够学唱他的流派也感到很自豪。因为作为我一个青年演员来说，能够学习老师的东西，把老师的东西继承下来，这是我们的愿望。作为我今后来说呢，就是这次大奖赛只能作为我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在众多的女子粤剧中间，男女合演还是已经可以说势单力薄吧。通过最近几年的演出，那么我也去了香港，在香港也受到了广大港澳同胞的欢迎，这说明男女合演还是非常有前途的，粤剧2朵花可以同时开放。那么对我来说，要把这次那个全国中青年大奖赛了，作为我的新的起点，就是要多排几个好的戏，同时呢提高自己各方面的修养。那么让我预祝你再次取得成功。谢谢。那么借此机会，请你为我们的观众们演唱一段你得奖的作品，好吗？好吧。下面我为广大的观众就是演唱一段我这次参加比赛的曲目，就是盘棋索妻中间的洞房。悄悄进雨，花朵高高来心里，喜气人人难以自，这音乐把这情目放在家。
三月来来讨来兄把亲聚，每朝见聚原来人。从此我思索不尽无心开，三餐昨晚来相会，生我思上句妈妈，一对人缘爱暗中有情，父慈父，一鬓相思，铭记呀好容易攀在菩提杨子水，洒脱了人间鸳鸯人，今日同我人夫妻，花草有情永不碎。兄弟妻，家发音，父亲娘子离离离，他为报居老要随孝，我离该在他孝心等待本得他经济丝袜渐渐近，若是何因得其因，但觉得心头灵犀一点痛，击鼓闺中自有我心愿已在西万千。挑起红巾诉衷语，呀，见娘子比初见子更亲切。娘子，娘子我与你一别3月3去，魂牵梦绕苦思绪，婚姻娘子恩情重，今日里化作代人同去世，娘子
从今日天上地久人夫妻，娘娘子便敬上一杯混醉。不尊称到这里，江海关终身开幕，长生开，看官谁人把往日的全人模样。最正路为第一，全人模样郎当子，许你花被生命，全人模样郎当子，独不害人自私的。全人模样郎当子，鸦片都品为当送礼。全人模样郎当子，老李万人莫对记。全人模样郎当子，须将挖到当知己。全人模样郎当子，夫妻恩爱要珍惜。全人模样郎当子，孝敬父母须牢记。全人模样郎当子，诚心好话与子弟。全人模样郎当子。一命懊悔来不及，观众朋友们，这次
次大奖赛夺得优秀奖的有10名，而浙江粤剧小百花越剧团得奖的就4名，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这4名得奖的演员是这何英、这董科第、夏赛丽、毛维涛。请你们4位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说几句话好吗？请你先说。我呢一直这么认为，我自己呢在唱上的天赋并不好，那么今天呢能够取得这么个成绩，确实是广大的观众和前辈老师们对我的鼓励，对我的厚爱。那么今天呢，就是说在领奖的时候呢，心情呢确实是非常的不平静。也许呢，我比我的同行呢付出了更多的心血。那么借此机会呢，我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关心过我、提携过我的老师们、观众们、朋友们。你谈吗？我这次得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可以说蛮幸运的。有很多老师比我好的，可以说是比我成熟的都没得奖，所以说呢，我觉得我更应该好好的学习。感谢听众对我的支持。谢谢。我没什么话说了，他们2位同学都说了，我和他心里跟他们一样的，非常激动。我只能说感谢观众的对我的鼓励，还有呢，我感谢老师对我的帮助。接下来请欣赏他们的唱段，先请听毛维涛演唱的《舞女拜寿》中的选段。姑娘亲姑娘放心哈下这暖如汤，这里是南京城外最家当，只为我兄长关靠不应地，冯绍明当听军报上街访，半路上见你昏昏倒在地，正经的兵器满地说风光，看住有夫人经过想救你，顾不得男女之间有他吧，这草房是我嫂嫂一生日，求你来与他作伴一无妨，姑娘啊，因我少难对我讲，不要悲伤来望。姑娘一定生活人，你
沙发情意上。林老师，祝贺你啊！这次大奖赛你有2个学生夺得了大奖，我想你心里一定非常高兴，是吗？是的，这没有关系。他们自己努力，我没啥没够。这是老师的这个培养，对我们的关心。长期以来呢，就是老师一直是非常关心我们这个青年一代，特别是我们学唱影派的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都是对我们非常关心，从业务上、思想上都是这样。今年我们俩能够有取得这点成绩，2位老师花了很多心血的。我心血没好，这教个人，主要还是他们自己的努力。这和你们的培养和他们自己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希望你今后能培养出更多的有成绩的青年演员。谢谢你们啊！那
能不见，一杯强情入黄梅，王子桥上的风去，东华我不相思泪，他会流眼的流离别，要想也不多难为，早知道王八面子没穿上，也懂得点过两种人，王子桥上白色布，他接着做把泥头水，人人不配，铁板一个会人类，王子两眼看不见。眼睛瞎了，像我一样的瞎了。哦，你的眼睛怎么会吓得你哟？我是他。那么，那公主呢？那公子才挖去漂陈慧丽，祝贺你得了这次大奖赛的大奖。谢谢。你是我们全省观众非常喜爱的徐派小生，很多青年朋友也非常喜欢听你录的那个电声金集《红楼梦》。对。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我希望自己呢能够继承我老师的演唱和表演风格，但是对于我以后的什么就是自己的独特风格嘛，很难说。但是我努力去争取我自己有一定的风格。好，谢谢。好，谢谢，再见。现在您将要听到的是由钱慧丽为您演唱的《北帝王》中的探月一段。前
的容易，你不是重新看待千秋女，你理解。表兄情才，不能原谅他的表兄，怎么索性真为了在这里？其中定有原因，被我出外仔细一看。自酸。本与表兄之恋，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意厚，又因中缺一笔，曾经仗义心头。
坛有老前辈恩爱共进不断。那了父妃在虐，年龄临黑乱人，我在家道王门，心开执行王局。若真一时了表心意，欲断是恋情已难断。他们总为自己没有为难举手，立就因猎人不怪猎人，好气焰，不知道他是心里红梅有多。43岁的浙江乐清越剧团王少楼同志是这次大奖赛中获奖的中年演员之一。他的学艺之路非常的坎坷曲折，有关他的一些情况，文化娱乐杂志和电台都做过一些报道。王少楼同志，请你谈谈得奖以后有什么感受？我太激动了呀，相当高兴。我回想起10年之前的今天啊，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王少楼会登上光荣的领奖台来。这情况呢，全国的听众和观众们对我支持，我表示呢衷心感谢以来。那么你现在都在演些什么戏？今后还有些什么打算？现在我们正来了排戏，准备呢要把3本呢连台本。我一本呢是《香炉二》，我们现在嘛正在排戏辰光，我现在嘛虽然年过40岁，我还没到终点，我刚刚还在起步。我要爱护自家的事业呢，像爱护自家的性命一样，大胆的方式毫不保留的要培养好几百人，让他们呢很快的上来报得党和报得听众广大的观众。这次对我的支持，我表示再次向他们感谢。好。每天远
奶奶，你们做做好事啊！哦，这位姐姐，你们人好啊！哦，你问我年轻轻为什么流浪乞讨？娘娘听我讲哟，后呀花子眼里，家花的也有些地高莲花，一个莲花老有件事我也曾告诉司马扎金袍，四书五经不早早，为子为民风愿公记情好，恩爱夫妻难去好。哦，莲花一个莲花老有你为我事情我要弄到这个地步，银钱用完了，把儿杀了，马儿才当了，来心才没了，将我关上门，只落得从头了当。我的妻不知哪里去了，我若难成不得已了，因此让当场一个莲花楼，连个莲花楼现在请听夏赛丽为您演唱的《送花楼会》中的一段。
父亲一泪生子逢，从此日妾子外流江生计，航海门四海难相逢。此情一片难日子，马身头靠金府中。岁月光阴非容易，才想到还他夫人名目把莲花情妇中堂表情意，原小弟连在西家哎呀，确实我咋上不来去，旁边去娃子个丫头真是厉害，他说不让我进去讲话，这便是哦是好啊。有了，我把刚才写好的诗和字文不免藏于莲花底下。对，啊，字文文啊，你在我身边一束用，帮你今日有灵通。爱我意，这件好事献上你来他公。堂好之风几岁？
朱小昭同志，祝贺你夺得了这次大奖赛的大奖。谢谢。小昭同志是南京越剧团的演员，你们一定还记得吧？他曾在电影《莫愁女》中扮演过小生徐成。现在请你给我们的电视观众讲几句话。这次我能得到全国的中青年演员优秀演员奖，我感到很荣幸。我首先呢要感谢广大的越剧爱好者，是他们对我的鼓励，才使我有今天的荣誉。所以借这个机会呢，我想向电视机前的观众和广大的听众表示我真诚的感谢，并祝大家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当然在这个同时啊，我也很怀念我已故的妈妈。我想呢，广大的越剧爱好者一定没有忘记她，所以呢，大家把对我妈妈的怀念之情呢，都倾注在我的身上。我呢，也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那么你什么时候能让浙江的观众看到你的演出呢？我们团争取明年来吧。明年？那时间太久了。请你现在就给我们唱一段好吗？好，那我现在为大家演唱一段《莫愁女》的选段，好吗？好，请听他演唱的《莫愁女》选段。八卦难比他的貌，雄心难比他的身，金玉难比他的德，兵器难比他的莫说他自出无泥水不水，又是那无用仙子下凡人，再是那一张明目似秋水，比比不秋水还要情，一张明目是心人，比每天心人还情人。莫说你来呀，莫说呀，我心我不用敌人，一见倾心来伤年纪。
要为妻。莫非子女，三归产女在关内，转转热络，到今天，当年土壤今一看，紫金家林。去禀告祖母，他定会答应。娘我们有一个三军司马，天上一句到把头。莫非？何英、李丽、裘真元这三位少年时代的朋友又相聚在一起了。他们从盛县中学高中文艺班毕业，又一起进入了盛县越剧团。
艺术的追求、事业的需要，又使他们分别在3个越剧团担任主角。这次大奖赛，李丽和裘真源获得了演唱奖，3个人同时得奖和再次相聚，使他们感到格外的高兴。雨停人终难成卷。
上对，弟弟是云了马家妹，我与你两兄难成婚。弟弟收了马家聘，我与你两兄难成啊。弟弟因过马家走，两兄啊，弟弟之命多难为马家死他情难配。
来由董珂娣为您演唱《舞女拜寿》中的片段。小夫人与
我们是晋阳豫剧团的，上海是晋阳豫剧团。我是杨伟，我就是雅琴。我看过你们俩的演出，84年你曾到杭州演出过是吧？对对对，你是演 B 派的，我是演西派的。现在中年演员演戏比较难啊，得掌声难，得奖就更难了。而你们俩却得了这次大奖赛的大奖，我想你们一定有很多感受啊。这只能讲了，能讲啊。咁么我先讲，搿次阿拉两家头得奖，感到下去突然，感到下去高兴。搿个辰光嘛，阿拉这个消息晓得嘛，正好阿拉两家头辣排一个新戏叫《越做评剧》，越做评剧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央台跟上海台呢。知道了这个消息了以后嘛，马上打电话给我们的老师，说上海呢得奖有3名，你们剧团呢就占了2名，这是你们剧团是一个大喜事。老师听了也很高兴，第2天嘛就我们2个人去了啊。那么还有我们2个人觉得这次得奖呢，主要是这个领导和老师长期来跟我们的关系的培养，还有嘛。广大听众对我们的鼓励，我们2个人这次主要得奖了，因为我们2个老师7派跟B派在这个广大这个社会上很大的影响，尤其浙江吧，也就是证明了我们的老师那个2个流派的唱腔，广大群众的喜爱的，希望你们俩能不断的改革创新，并能取得成功。因为我们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新的起点。请问是他如何用？陆海南，陆海公，陆海菩萨真威风，姿态万千多不同，能问何否遇见？是他替我们高吉兄，请问家员公今年几岁？今年18岁啊！18岁？18岁。你是哪只家戏精？文书国人啊，祖籍戏精，
从左帅起，有些事情从右帅起。我是多家小姐，太平你从左边帅起。一步，一层，三步，什么？哎呀！出高声，长眉如花，心大勇，花是黎明，花是梦，三八一百叮当，那分啦。三字句他送美红，口太我容貌太自难得呀，自落得莫自用的乃东风。我的地方是回来又到已经离去，那你为何我走下去啊？家人就是这根长眉路好，长眉路好。长眉路开门相拥，不是自己万子兄。长眉路开路相拥，自在自己不是兄。蒋外公，他在为你而想我什么？蒋外公，他叫你用长头子金用功，将来能富长外公，他想我用长头子金用功。将我的母子为何不相容？长眉路开啊，你个当地有灵力，菩萨应该专心中啊！告诉我何人是我生身路，该到何处去行动？告诉我，若亲情本是谁留下血是应当何来用？告诉我，为么有错他是谁？死去不被他在那种爱当听他一声可比披荆风，快来不必来到爱中你分子18岁，冒雨生了一怀童，学识自
此去一家通，今日里梦中梦。给我上一家财。生门里红人，今天我他家人一上头随家令，一生名誉他关心，一上中国平地生，一上当时到关心，一到心里风爱门，一生来归家无关，一生把兵渡泥人，一穷怀动才根，一个个此时娃娃走不停，欺人骂人在人恨，家母才是真我来他的默默听，为什么去家人来啊，又不等啊？我爱风马很人，心里开上家庭，他吃上把西厢人，不在人人心人不能听。同他好友不接近，身家知道乃的名，进度考察乃进门。
日月相靠，负一生自古往，有时爱慕一生等到那财政私心到尽头，我叫他鞠躬再封有后长，我请你不让所求情深感，我应了水下三年陪公王娘，指望你结抱祈求长沙，从此日回宫安定，来还君王上，这是你躲在哪？去金山与庙方，打来做到玉顶上，在西的听了把曲还与几个说，为公来在那日你曾软中女大长，因此是一日星期在破亡，你走了穷我心上，去年国王自心痛自强，你是的他娘。
其他貌美曾英俊，多一类色同全，喜貌全历经，会不会有名花的名孩子？把话听的错综分，知道你是天人，你到房子做凌云，不如往陈大女为民提供大力军，岂知你是亲作所可，王府的上身，女士乔装又怕马明英心托君君，我好比处女中三郎，看不透你才迷情色的，他应穿个大地风，再加上一群心情，常一道去疯子惊草，这举心而生，只会故宫亲近你，到至今与我面目亲。娘牛子便金上一杯，二婚醉。是他们母女同来爱，到
要归属不尊身到这里，将给观众生回目长灯开，看观谁谁把往日的全人模样郎当子，要最正路为第一，全人模样郎当子，许你的花被生命，全人模样郎当子，都不害人自私的，全人模样郎当子，鸦片都品为上送礼，全人模样郎当子，老李换人莫对鸡，全人模样郎当子，须将挖到当自己，全人模样郎当子，夫妻恩爱要珍惜，全人模样郎当子，孝敬父母须牢记，全人模样郎当子，诚信好话与是非，全人模样郎当子。一米懊悔来不及，观众朋友们，这次大奖赛夺得优秀奖的有10名，而浙江粤剧小百花越剧团得奖的就4名，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这4名得奖的演员是这何英、这董科第、夏赛丽、毛维涛。请你们4位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说几句话好吗？请你先说。我呢一直这么认为，我自己呢在唱上的天赋并不好，那么今天呢能够取得这么个成绩，确实是广大的观众和前辈老师们对我的鼓励，对我的厚爱。那么今天呢，就是说在领奖的时候呢，心情呢确实是非常的不平静。也许呢，我比我的同行呢付出了更多的心血。那么借此机会呢，我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关心过我、提携过我的老师们、观众们、朋友们。好，你谈吗？我这次得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可以说蛮幸运的。有很多老师比我好的，可以说是比我成熟的都没得奖，所以说呢，我觉得我更应该好好的学习。感谢听众对我的支持。谢谢。我没什么话说了，他们2位同学都说了，我和他心里跟他们一样的，非常激动。我只能说感谢观众的对我的鼓励，还有呢，我感谢老师对我的帮助。接下来请欣赏他们的唱段，先请听毛维涛演唱的《舞女拜寿》中的选段。姑娘亲姑娘放心下下这暖炉汤，这里是南京城外最家当，只为我兄
上官考复英地，共少民当听军报上街访，白路上见你昏昏倒在地，正经的兵器满地说风光，看住有夫人经过想救你，顾不得男女之间有他吧，这草房是我嫂嫂一生日，求你来与他作伴一无妨，姑娘啊，因我少难对我讲，不要悲伤来望。姑娘一定生活人，你只管披上我嫂嫂就衣裳。林老师，祝贺你啊！这次大奖赛你有2个学生夺得了大奖，我想你心里一定非常高兴，是吗？是的，这没有关系。还是他们自己努力，我没啥没够。这是老师的这个培养，对我们的关心。长期以来呢，就是老师一直是非常关心我们这个青年一代，特别是我们学唱影派的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都是对我们非常关心，从业务上、思想上都是这样。今年我们俩能够有取得这点成绩，2位老师花了很多心血的。心血没好，这主要还是他们自己的努力。这和你们的培养和他们自己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希望你今后能培养出更多的有成绩的青年演员。谢谢你们啊！爹娘，爹娘。怎么不听你娘来了？为你天君，我爹娘思来自余香，却愿中更好。千军望穿走千
寻找无邦家，愿结婚死到底，8月15天娘必修算爱王上，欲做那我兄长下用面，因惜他团亲早渴望，为求他的难生缘，何要一头投下了？你这不言乱语，讲些什么？这句句是不言乱语，那我这念句句正正经经的讲给你听。梁子龙啊，你个老狗！把你记着梁子龙，我当时把全龙。当起天子下呀等，待我不信他兄。你可是反朝更不是，造成我兄妹不西东。可比关门两忙夫，恨不得对着你老亲哟。这句句对不对？我和你玩两真子啊，两真子！不要再讲下去了。这一顿不念就念下一顿，两月叫啊，两月叫。啊，这块天色不早，我有违法翁贼去。翁贼晚上，我还有几句最好听的在后面。两月四啊，两月桥上白色土，他接着做把泥头走。
的下了。你的眼睛怎么会下的你哟？我是他。那么，那公子呢？那公子才挖去漂陈慧丽，祝贺你得了这次大奖赛的大奖。谢谢。你是我们全省观众非常喜爱的徐派小生，很多青年朋友也非常喜欢听你录的那个变声京剧《红楼梦》。对。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我希望自己呢能够继承我老师的演唱和表演风格，但是对于我以后的什么就是自己的独特风格嘛，很难说。但是我努力去争取我自己有一定的风格。好，谢谢。好，谢谢，再见。现在您将要听到的是由钱慧丽为您演唱的《北帝王》中的探月一段。千光不许
与表兄情深。朱文玉乃是他的表兄，怎么索性真为了在这里？其中定有原因，等我出外仔细一看。自尊。文玉表兄之面，是有青梅竹马，兄妹情深意浓，有意争取一笔，曾经仗义心头。只盼有老妻妹恩爱共结不准。哪料是非人员，年名临开乱斗，我在家道王门岂肯执行王局？若这一事了表心里预断是恋情一难断，查问众位之前没有为难举手，明日就因猎人不怪猎人，好气知道他是心里红梅有种43岁的浙江乐清越剧团王少楼同志是这次大奖赛中获奖的中年演员之一。他的学艺之路非常的坎坷曲折，有关他的一些情况，文化娱乐杂志和电台都做过一些报道。王少楼同志，请你谈谈得奖以后有什么感受？金秋季节的盛县，正沉浸在一片喜庆的欢乐之中。您看，近年来活跃在舞台上的越剧新秀，为培育新一代而呕心沥血的越剧老前辈，全国7家电台的记者、编辑、电视台以及新闻记者、文艺界的领导等等，都云集在这陕西之畔的越剧故乡。是啊，越剧从诞生到现在，已经历了80个年头，
他以他独特的艺术魅力，在百花纷呈的艺术世界中吸引了千百万观众。全国越剧中青年演员广播大奖赛的10名优秀演员，也正是从这千百万观众的选票中产生的。他们是赵志刚、毛维涛、钱慧丽、王少楼、夏赛丽、朱小昭、董科第、何英、杨文蔚、周雅琴。在今天的艺苑大观中，我们将把越剧新10家中的5位演员介绍给大家，并请您欣赏他们的精彩唱段。赵志刚同志，目前在越剧界男演员已经寥寥无几了，而你却成为这次大奖赛的佼佼者，并且是唯一得奖的一个男演员。是。我想广大的电视观众和我一样，一定非常想了解你是怎样取得这些成绩的。首先呢，我感到很荣幸，这次呢获得全国中青年越剧大奖赛的前10名。作为我来说呢，我是一个青年男演员，就是在众多的越剧女子越剧中间呢，能够受到观众欢迎呢，这呢和自己呢也花了一定的努力，但是更主要的呢是领导老师的培养，还有呢就是广大观众的支持，以及呢尹桂芳老师他的影派艺术在广大观众还有听众的心目中的深远影响分不开的。因为尹桂芳老师呢，他在40年代他就是越剧界的越剧皇帝吧，那么所以他拥有大量的越剧观众，影派观众，那么我能够学唱他的流派也感到很自豪。因为作为我一个青年演员来说，能够学习老师的东西，把老师的东西继承下来，这是我们的愿望。作为我今后来说呢，就是这次大奖赛只能作为我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在众多的女子越剧中间，男女合演还是已经可以说势单力薄吧。通过最近几年的演出，那么我也去了香港，在香港也受到了广大港澳同胞的欢迎，这说明男女合演还是非常有前途的。越剧2朵花可以同时开放。那么对我来说，要把这次那个全国中青年大奖赛了，作为我的新的起点，就是要多排几个好的戏，同时呢提高自己各方面的修养。那么让我预祝你再次取得成功。谢谢。那么借此机会，请你为我们的观众们演唱一段你得奖的作品，好吗？好吧。下面我为广大的观众就是演唱一段我这次参加比赛的曲目，就是《盘棋索妻》中间的洞房。悄悄进雨，花朵高到内心的，细细人人难以知，正因为把这情目放在家人，三月来头里兄把情侣，每早进去原来人，从此我思索不尽无心宽，三太多晚来相遇，
暗中有情父子书，一鬓相思铭记呀好容易攀得菩提杨子水，洒出了人间鸳鸯人，今日同我人夫妻，花草有情永不碎。今日死亡渐渐近，若是何因得其言，但觉得心头灵犀一点痛，击鼓归中自有我心愿已在希望前，挑起红巾诉衷语，初见子感情深，娘子我与你一别3月自山去，我魂牵梦绕苦思绪，婚姻娘子恩情重，今日里化作淡然从去手，娘子啊，从今日天长地久人夫妻。我太激动了呀，相当高兴。我回想起10年之前的今天啊，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王少楼会登上光荣的领奖台来。这情况呢，全国的听众和观众们对我支持，我表示呢衷心感谢以来。那么你现在都在演些什么戏？今后还有些什么打算？现在我们正来了把戏，准备呢要把3本呢连台本。
我一本呢是乡路2。我们现在嘛正在排戏辰光，我现在嘛虽然年过40岁，我还没到终点，我刚刚还在起步。我要爱护自家的事业呢，像爱护自家的性命一样，大胆的放手，毫不保留的要培养好接班人，让他们呢很快的上来报答党和报答听众广大的观众。这次对我的支持，我表示再次向他们感谢。好。姐姐，你们人人好啊！你问我年轻轻为什么流浪乞讨？娘娘听我讲哟，好呀好子眼里讲话的也有些地高莲花，一个莲花老有件事我也曾告诉司马扎金堂，世俗无尽不早早，为子为民风满中激情好，恩爱夫妻难去好。哦，莲花一个莲花老友，你问我事情我要弄到这个地步，并且用完了把儿杀了马，马儿才当了，来心才没了，将我关上门，只落得中途了当。我的妻不知哪里去了，我若难成不得已了，因此让当场一个莲花落，莲个莲花落
现在请听夏赛丽为您演唱的《送花楼会》中的一段。心中的梦明八卦中，那孤灯不知延年18中，你姑娘门忙看手灯，今日不来落无穷啊。多情一泪三字风，从此日前世外流江神迹，暗黑门是很难相逢，此情一片难日子，马身对靠尽腹中，岁月光阴必容易，才想到还他夫人名目把莲花光，我要庆祝中堂表定一元小弟连在西家哎呀，确实我咋上不来去，旁边去娃子个丫头真是厉害，他这不让我进去讲话，这便是哦是好啊。有了，我把刚才写好的诗和字文不免藏于莲花底下。对，啊，字文啊